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呢个节目。今晡日个医疗单元，大家来讲木主个保养吼，尤其底下系热天，热天到咧吼，你木主个保养特别注意哪个事情呢？所以今晡日当分享你绕墙到眼口欣赏得到的下片，大家来分享吼，大家来分享你今晡个欣赏，其实你个下位欣赏，欢迎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和平医院眼科夏医师，今天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眼睛保养的问题。对，非常欢迎夏医师，谢谢来到这边哈。因为你是客家天喜，讲客家话哈。我们夏医师今天来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听客家话还是可以略的听得懂一点点，因为以前在新竹或是在左洞这个地方服务过，那是客家庄，客家人很多的地方。对，所以有时候去门诊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你讲客家用情，对不对？是，对，然后不一定可以用客家话说，可是听的时候，就会听到。对，意思说你最听得懂的一句话是什么？矮糖也是，是不是？我觉得这是跟那个病患沟通最亲密的一种方式，就你要唠给来看片的个欣赏，您讲矮糖也是，那种亲密感就增加了啊！非常欢迎夏医师来到亚片哈，今天是第一次来，对不对？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来这里，太棒了哈！今晡日有让大家来讲的是木主改保养，眼睛保养太重要了。我记得以前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嘿，同学，这个是灵魂之窗哦，眼睛是灵魂，大家要保养。可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很认真在保养眼睛。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观念可能不是那么完整哦，因为台湾可能是一个近视王国，所以我们的主力放在近视。对，我们不是像西方人他的黑色素比较少，所以他们对于比如说紫外线的伤害，或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所以你看外国人可能从小就戴个太阳眼镜，对，我们就很少这样子。对，我们的那个眼睛的保养可能从家长强调的就是，不要看书看太久啊，或不要靠太近，姿势不要，因为我们是近视王国，这点可能是我们只有单一 focus 在这个问题。对。那其实我们比较少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眼睛保养的知识，大部分都是你的姿势要调整，你不要近视，戴眼镜重点就是不要变近视。对，我们从小都没有，老师都没有教说，同学要戴太阳眼镜哦。对，都不会有这个观念。对，是真的。我们那个年代戴太阳眼镜，可能还会被人家笑，觉得你是不是特别的爱漂亮或怎么样？我觉得所以今晡日吼特别讲两家戴眼镜让用亲朋友来分享。我们先讲第一个哈，大家都知道哈，女生爱漂亮，出去脸都要防晒，是对不对？手要防晒，黑毛就会晒雾哦，对不对？晒雾又好看。今天要讲的是眼睛的防晒，医师赶快告诉我们眼睛防晒有多重要。其实对女生，每一个女生，大家都怕老，对不对？对。你脸上哪一个区域的肌肤最容易老？眼睛、眼周，对，第一个显老态的地方都是眼周，细纹就开始增加，细纹，对不对？我们涂抹搞了那么多，对。可是其实最简单，你用一个大的太阳眼镜就可以把它。太阳眼镜真的是所有女生的好朋友。太晚讲了，我现在还没有的时候可以预防，对不对？对，有了以后可以遮丑。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好。是，那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最基本的防晒，对我们最简单。那其实不只是你的眼周，那我们整个紫外线对你的伤害，比如说就是老化，它其实从最外面，你的眼皮、你的眼角膜，对，到里面的水晶体，全部都是。对。所以其实乡亲朋友台家为讲，都唔记得以前事情，你两下脑本你跳动态，你在外面走动，有时候你一抬头看到光，或者是就是这样子走，有时候阳光很刺眼的时候，台家都唔地讲，其实安勇感你跳会对眼睛有很大的伤害。是啊。对，不是我们只觉得好像皮肤会晒伤或什么，其实大家都忘记对眼睛是很大的伤害，就是一个慢性无形的改变。你可能当下没有任何症状，你就不会察觉到。对，尤其是像医师这边也会特别提到，像紫外线，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是，它如果这样子的伤害进阶到后期，慢慢会出现的症状
是不是就？其实我们应该要分区域，对不对？是。我们从外面讲到里面，最外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大家最在意的就是皮肤的老化，没错，对不对？哈，这是第一个。那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清楚。再来就是，其实我们可能看到对方的眼睛，第一个会看到黑眼珠。对，其实黑眼珠的部分，如果你长期暴露在紫外线很强的地方，我们是会有所谓的光害性的角膜炎。它其实就像你在烈日下曝晒以后受到的灼伤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太阳光里面，除了亮度，然后有害光线是紫外线，对不对？来，我跟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太阳光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部分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可见光。对，那比可见光波长更长的是红外线。是，那这边波长比较短的，就是有 UVA、UVB 跟 UVC， 就是其实它是不同的波长。那这些都是紫外线，就是在蓝光以下的这些全部都是紫外线。那其实这个地方因为能量比较高，所以它其实就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损伤。是。那大家可能平常对，因为对皮肤比较知道，对这些比较了解。我们可能知道 UVA、UVB 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老化伤害，对不对？对。那其实前面波长越长的，穿透力越强。是。所以 UVC 全部都会被臭氧层挡住，除非我们的臭氧层破洞，那 UVC 就会下来。那这个部分都会被挡住。那接下来的穿透力 ，UVB 比较表浅 ，UVA 就会比较深。所以其实那我们角膜是在最外面，对不对？对。所以可能你暴露在外面的时候，它就会像灼伤、晒伤这样子。那就像。我们有很多做电焊的工人，对不对？对，电焊它其实那个紫外线是很强，如果他没有戴防护罩，是我们常常他下午做工，半夜就跑来急诊了，它会痛到整个睁不开，就像你晒伤在太阳下的时候，你可能当下没感觉，回家就会开始好像脱皮的红肿。对，其实我们看到眼角膜也是整个就会脱皮，很多点状的破皮，那病人就会非常痛，因为眼睛是一个很敏感的部分。对，那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急性的处理，它可能就会像晒伤一样，比较是一个短暂的。那再来往里面可能有水晶体，那其实水晶体很厉害，它会帮我们吸收一部分的紫外线。那紫外线不好，对不对？会老化。对。那水晶体帮你吸收一辈子的紫外线，它会不会老化？当然会啊，那就变成白内障。哦。那这个是一个长时间比较无声无息的改变，所以可能大家当下不会有察觉，可是它其实会有伤害的。对。那再来有一些可以穿透到更深层的，那比如说低能量的蓝光啊，或者是 UVA 的部分，它会到更深层，就会到我们的视网膜上面。那这个就是最近大家很有名，常听到老年性黄斑部病变。对，那它可能也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造成改变。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提到东方人的黑色素比较多，所以它的自我保护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老年性黄斑部的病变没有像西方人的比例那么高，白人这么高，对，没有像白人那么高。对。那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可以做更好的防护，可能就可以不要让这个疾病找上自己。是，所以其实唐先生讲，大家可能就得了解一件事情，其实像你皮肤晒动你头强咯，其实模组是像你皮肤晒动你头是一样的。也许你当下如果不是这么直接强烈的，像皮肤晒伤一样，你可能摸感够，如果慢慢的，我觉得这跟我们整个身体调养是一样的。就是你累积了一些你不好的习惯之后，等到你中年以后，我们大家都讲身体慢慢的警讯就出现了。是，所以模组来可能改头力，你现在觉得没感觉，可是可能到了很快的，比如说水晶体的伤害，对，然后你就觉得怎么？我马上就有这样的眼疾出现，但是以前没感觉，但是那有可能你挑白累积下来的，就是你因为以前没有保养嘛，人家说身体没保养，后来问题就出现。我觉得今天医师到台大讲，就是相同的道理，所以防晒很重要，真的。所以联哈其实是要鼓励大家要戴太阳眼镜的，对不对？所以那医师你自己现在出门夏天都有戴太阳眼镜吗？有啊，我大概有6副太阳眼镜。6副，当然这个听起来的话，应该就是这中间有很多可能不只是功能上的不一样，也有一种不同的一种。女生就是会爱美，对不对？还要有不同的造型跟颜色。这其实很棒。那我们先讲一下，其实太阳眼镜是要选择的，是对，因为现在你讲是才不，你讲卖你讲太阳眼镜吼。
到处都有卖啊，1副99的，哇，多有造型。对，所以太阳眼镜是不是要好好选医师？其实大家应该都已经听过很多，如果你用到不好的太阳眼镜，对，那其实什么叫做所谓不好的太阳眼镜？我们指的就是，大家心目中所有的太阳眼镜都是有颜色的，对吧？对呀，好，那颜色就会滤掉一部分的光。对，那你光变少了以后，我们的瞳孔，我们眼睛里面有个瞳孔，对，那它是就好像照相机的快门一样。如果光线不够，它就会放大，让比较多的光进来。对。那如果在强光下，它就会缩很小，那这样就可以减少光量，不会让你那么难过。对。那所以，当你戴上一个深色的太阳眼镜，对，那进来的光量是变少，其实你的瞳孔相对应会比较大。对。那如果你这个深色的太阳眼镜，它是没有防紫外线的功能，对，那你反而等于是开大门，让更多的有害光线进去。真的，用心朋友，所以其实。太阳眼镜嘅选择係非常重要，如果多帶用眼線，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講。歡迎走咧繞牆度下先生呢度節目第一讀到他來講眼睛的保養，對不對？尤其係眼貼，一般來說我們講眼睛保養真的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想想看，這個靈魂之窗豈是我們1分鐘2分鐘就可以講完的？不過基本係貼到大家來講，日頭太陽對目珠來傷害，我覺得真的好重要哈，講2遍，動蟲擾，動蟲擾，對，因為大家都會忽略。因为它不是立即的感受得到，是啊，因为都一立即的就要去看医师，大家就紧张了。但这种太阳工具好没事，可是以后就完蛋了。对，好，所以基本讲到聊动床，收听节目里讲到太阳眼镜，你如果戴不对，伤害更大。对，所以其实劣质太阳眼镜是会带来很严重的伤害。对，因为它其实紫外线，你从最外面到最里面，它都会有影响。对。那如果你戴了一个不好的太阳眼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瞳孔反而是放大的。对。那结果我们等于是开大门，让全部的坏人都进来，欢迎你来。对。那就像现在小朋友很多在点散瞳剂。对，我们会非常跟家长强调，就是你一定要帮他做防晒。是，当然没有证据说，这样有的家长会因为这样子很害怕散瞳剂。是，可是它其实并不是，就是你散瞳剂瞳孔放大了，但是只要你做好防护，是对，就像阳光，其实你也是，你做好防晒，你在户外就没有问题。所以一样的，但是你如果不做，那它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老化。对，当然没有一定，就好像你晒太阳一定都不擦防晒，有一定会得皮肤癌吗？不一定，没有。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暴露在很多危险的因子上。是，有的家长会说，那小孩就是不喜欢戴啊，那一定会怎样吗？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定会怎样嘛，但是我可以知道你应该可能水晶体会比较容易老化，然后视网膜也比较容易老化，但是是不是一定会出现到严重疾病的状态？那不一定，但是其实没必要，对不对？对，所以医师的意思是说，其实小朋友就要开始做防晒了。是，对，哇，所以人家带父母讲，不是大人而已，所以全家人出去。大家一起戴墨镜，对我去防晒小朋友的小学做视力宣导，我都会放那个我们家小孩戴那个1岁就开始戴墨镜，1岁，对，1岁还像小宝宝这样就开始戴墨镜，对，就是如果出去户外大太阳的话，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水晶体那么清澈，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让这种有害的光线？这句话听起来好感人哦。其实水晶体这么的清澈，你要保持它的水晶体一直维持这么清澈。对，所以其实基本上老大家都不一样其实戴墨镜不是说你长大了之后要开始注意防晒，你要从小孩就开始。对，因为这边有简单的帮大家整理，就是说它造成的伤害是这样。我们这边讲到疲累、头痛、散光，可能是一个就是比较一般般我们看到，但是长期累积下来的就是会很严重的影响。好，我觉得这个撇到大家来讲一下，那。Tana 有在讲什么改？要如何选一个好的太阳眼镜？是，这很重要哈，这很重要。因为公狗改西街到信上打嘴，我问医师说，医师你有几副太阳眼镜？是说6副是不是？对，还蛮多的。真的吗？就换着用，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很懒惰，我可能车上丢2副太阳眼镜，然后
就是有几副是放在什么包包里这样子，就是随时要拿出来。是，因为其实我是自己平常就必须要戴眼镜，因为近视。是，所以我不太可能同时携带很多副，因为觉得很麻烦。所以我最方便就是这里放那里放，要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替换。是，所以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下哈，要怎么样选太阳眼镜，怎么样选。第一个一定要有抗 UV， 这个很基本对，因为我们说，其实阳光最大的伤害就是紫外线。对，那你就是为了要防紫外线，怎么可以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其实它其实是最重要。很多人戴太阳眼镜只是为了造型。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不过他再一次的强调，如果你没有抗 UV 的功能，而且只是造型，越戴眼镜伤害越大。是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看到那种一副100块。对，然后他说有抗 UV， 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抗 UV。可是其实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刚说了，太阳眼镜最重要，阳光的让我们不舒服的第一个是亮度。对，那亮度这个部分就是镜片的颜色嘛，对不对？因为你要减少亮度，这一定就是颜色。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过滤紫外线。是，我们就从过滤紫外线这个部分先讲起好了。我们镜片有不同的材质。对不对？我们的眼镜，其实太阳眼镜它也是眼镜的一种，所以它主要的材质是差不多的。第一个就是玻璃镜片，传统的玻璃镜片。那其实玻璃镜片是没有办法滤紫外线的，当然现在用的人很少，除非它在制作的过程有做一些有加一些特殊的物质，才这样的镜片才有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但是也不是非常的好。那再来就是现在比较常用的塑胶镜片。好，那这些塑胶镜片可以过滤一部分的紫外线，不是100%。是对。那再来最新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听过什么太空镜片啊、PC 镜片，它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它其实也算塑胶镜片一种，但是是后来比较新出来的，这个就可以100%的过滤紫外线。那这是材质的问题。那其实大家 PC 是不是很常听到？对，我们日常生活很多都有。对。然后那个欧巴桑啊，不能说欧巴桑，因为我也有一个，有那种很大的，像那个全罩式的盖在脸前面，有没有？对，你骑脚踏车，我多半就很多那个太太都会这样整个戴起来，就是你像帽子一样戴起来，但它不是帽子，这边是空的，然后也都整个脸是像外星人一样，对，可以整个完全遮住，对不对？好。也号称都有防紫外线，而且像网络上都有卖。对，那其实它很多是用 PC 的材质，是。那因为 PC 很软，它就是一个塑胶片，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塑胶片。可是那个材质，因为它本身可以做100%紫外线的防护，所以它只要做一点染色，就有那样子的效果。是，只是说它的光学效应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点。就是每一种镜片它有一些不同的什么折射率啊、散射率什么，那综合考量，虽然这个材质可以100%过滤紫外线，但是也许它的光学效应或散射率会比塑胶镜片再大一点点，但是它有个好处，所以很多小孩我们会让他们用这种镜片，是因为它其实这种 PC 镜片就是以前拿来做防弹玻璃，又叫太空镜片，所以它其实防撞率非常好，不太就是容易破损啊或什么这样子。那小孩因为比较好动嘛，那就会怕眼镜破掉或受伤什么，所以小孩常常用这样的镜片。这种镜片不管你看到它什么颜色，它其实就是可以过滤紫外线。对，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很便宜的，那有时候家长不是很确定，我就会跟他说没关系，你拿去眼镜行。眼镜行它可以帮你测，眼镜行都有那个检测器，是，然后就放上去，紫外线过滤，好好，出来哔哔哔几，400，那就是说它就是防护那个波长400以下的紫外线这个部分，它可以全部挡掉。那如果说一般来说，你有卖安用改太阳眼镜的时候，就像医师说的，我们会说400。我们觉得一般我们现在去选择太阳眼镜，大概抗 UV 要到多少？其实现在就差不多都会建议拿 UV 400，你就看到眼镜上面就贴一个小标签，写 UV 400。对，那个指的就是它把波长400以下的光都可以遮挡住，所以那就可以了。对，是的。好，了解。所以那这边有提到颜色，比如说我们讲说，这边会特别跟大家提到灰棕或墨绿色的太阳眼镜比较好。
对，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先帮你挡掉紫外线，除了镜片本身的材质，那当然镜片也可以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的近视度数或什么可能不是很适合用太空镜片，那我用一般的树脂镜片，那可是它又镜片本身没有办法达到100%的防护，那怎么办？其实现在眼镜的科技真的非常的好，他们可以做一些镀膜，抗紫外线镀膜。它如果再加上这些镀膜处理，可能紫外线可以达到100%的去除。那紫外线这个部分可能就对大家就比较有保障。再来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颜色，对，那颜色很重要。那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一个透明的东西，比如说我黄色透明的东西，那表示我可以让黄光过去，其他的光线是挡住的。所以其实当你戴了一个有颜色的镜片，其实就改变了，因为它挡掉其他颜色的光，所以会改变你看这个世界的感觉跟颜色。会，对，有时候我们会说什么颜色的太阳镜戴起来之后，你往外看，海的颜色都不一样了。对。那其实我们最推荐的是灰色。灰黑系列，因为灰黑系列对，可能不，当然这个色差要用到多深色，会看你要去的场合做决定，跟个人的习惯可以这么说吗？对，那有的人比如说，他习惯你常看到有人，室内室外也都戴着太阳眼镜，对，那你就不能叫他用一个很深的颜色，对，他可能进来室内看不见，对他可能就会用灰色，对，是，那因为灰色系列，它可以对各个颜色的光线，它过滤的那个比例是一样的，所以它比较不会改变你原来看世界的颜色的感觉。对，有时候戴上去落差太大，是有点它比较接近。对，那这是我们觉得它最好的部分，比较不会影响你看东西的感觉。是没错，因为像我就比较不习惯戴太阳眼镜，因为颜色对来了一种洞察，因为我一戴上去，我怎么觉得外面世界跟我剥下来太阳眼镜的世界颜色有点落差，我觉得有点不习惯。对，所以其实颜色挑选很重要。对，可能灰色就对你比较合适。这样我了解。墨绿色其实也是接近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这两个颜色比较不会对于你看外界的东西的颜色落差非常大。那再来就是其实很多人会用棕色镜片，那棕色镜片其实它过滤的效果也还不错，但是就是颜色会有点改变，但是应该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温暖的感觉，因为棕色系列，所以基本上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颜色。对哈，一张太阳眼镜改现在是暗度注意时间动度哈，不过还有嘛个东西你要注意，大家先聊下，等下再转来。你走的绕墙的哈，线上那种节目地图来分享哈，其实眼睛的保养也好，什么其实。时间真的是一集只能讲到少少的东西，觉得好像都讲不完整。对我们跟太阳眼镜，历史走的分享很多，因为其实真的要细分，告诉朋友很细节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上段节目有讲到颜色嘛，对哈，你有谈肤色然后你讲棕色然后墨绿色然后，不过两片又有点 tip 然后用前面来分享，也就是医师说的偏光的处理。是，对，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偏光是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很听得懂。应该这样讲吼，我们比如说，会建议大家太阳眼镜选大镜面的，对，不是只说，把旁边皮肤都遮起来，这样不会老。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这样看东西，光线不是只有这个方向进来，它旁边还有很多反射的，会从这里进来啊。所以我们希望它大贴住。是。对。那因为其实光线有不同角度的反射，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出去大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片反而雾茫茫的，很亮，但是觉得好像就是我们讲的眩光那种感觉。那偏光镜片就是很棒，就是可以帮你阻挡这个部分，帮你改善眩光这个部分。那大家可能不是很知道什么是偏光镜片。那偏光镜片它很像栅门，像百叶窗那样的栅门，它只容许特定方向的光线通过。了解，所以有一些不是那个方向的光就会被遮掉。你从其他的地方乱七八糟散过来的，全部都会被遮挡掉。对，所以你的视线就会变得比较清晰。对，那你因为把其他
乱七八糟的都挡掉，那你那个眩光的情况就会好很多，所以就会更清晰，所以你就会看比较好的太阳眼镜，它可能会强调它有偏光处理，对，会，有时候你卖一张好好改，父母讲改时间基本讲，又偏光处理，然后我们就听不懂。现在花样太多了，对不对？对，有全视线，对不对？也是对。那它可能就是，其实现在它有很多种处理，可能在颜色上跟防紫外线上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而且它还可以加成，也可以全视线加偏光。对不对？或者是什么颜色加什么？所以听医师这样整理下来，如果你真的要去买一个好的太阳眼镜，其实镜面大是好的，对，它可以遮住比较多，是。然后再来就是抗 UV400就是没有问题的。对，如果你愿意，其实加偏光处理，又可以让你看得更视线更清晰。对，颜色的选择就看你个人。不过我们这边提出一个像灰黑。棕色跟墨绿色是比较好的颜色选择，把握上述3点，对，其实你就可以找到一副比较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是的，对，好，上西口那一副，蓝口那2副，上副。对，然后如果你再更进一步的话，就稍微选择一下造型，对，也可以看起来自己也开心，对。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在保护你敢抹住，哇，真的是这个。平常我们在医疗单元里面都会讲皮肤的防晒 ，give me tip， 然后台高会讲抹住的防晒很重要。不过讲聊下片其实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剩下一点点时间，我特别邀请医师说，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夏天到了，除了防晒，大家都会去玩水。是，尤其是小朋友，哎呀，放暑假啊，皮暑假是玩水，嘿啊，台干什么去秋水？我觉得玩水以前老师都说要特别注意，蛮恐怖的。你到游泳池，那里面这么多人游来游去，也不晓得水里面有什么。大澡堂，你眼睛一定会碰水。对。然后是不是就有可能很容易就会感染到，比如急性的结膜炎这一类的疾病？其实游泳池就是最大的2个问题，一个是因为人多，对不对？那个水就是一定要消毒。那如果有一些游泳池控管的比较不好，有一些消毒剂啊、氯剂啊什么加太多，那可能当下就会觉得刺激。对，这个是一个立即性的伤害，对不对？一个化学性的伤害。那再来就是人很多，那也许中间有一些人是有结膜炎的，如果刚好的话，那因为我们结膜炎是接触传染。那你是在一个水，然后如果尤其是室内的游泳池，因为如果是户外游泳池，紫外线还有一点杀菌的作用，对不对？你如果是在一个室内游泳池，它可能揉了眼睛，因为不舒服啊，揉了又接触哪里，那你只要接触到，可是又没有去洗手，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你摸到啦，对不对？那可能等一下又弄了眼睛，对，那就马上挑着换你得到，是，对，那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很密集、很多人的时候，所以很容易就是如果真的有人有一个有疾病的在里面，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造成扩散。对，我们这边简单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症状嘛，其实红嘛、痒嘛、痛啊，对，然后或者是充血，尤其是以前医师常常会说注意哦，分泌物增多。对，以前其实大家不会讲那个结膜炎，都说红眼睛。对，国外也说，红眼症又来了。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就是这种讲流行性的角结膜炎。对，那它就是一些眼表的发炎，那发炎一定红肿热痛这些，然后加上分泌物，对，所以这就是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天搞属当中是按问题，系讲你都被告诉中的发现膜注意按用感问题，就有可能系从性上讲，它有可能是结膜炎的状态。所以这边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说，其实结膜炎的注意事项，我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整理起来的。跟我们以前会有一些健康教育的课程讲的东西差不多，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是，我们知道，但就没有办法好好的遵守。我觉得这好像是他的通病。所以今天整理起来，到台高的讲也是年纪谁讲，就是知道就是要遵守，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你说这边勤洗手啊，按时点要不要揉眼睛？揉眼睛哪有办法控制？你不自觉就揉啦。其实要养成习惯。那因为大家可能不是暴露在那样的环境，像我自己，我每次都说，以前我们刚当眼科医师，有人都说，那个自己不要得结膜炎，这样
病人会觉得很好笑，来看眼睛，就有医师的眼睛比你还要红。对，就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有点结膜炎，就医师自己结膜炎很严重。对，所以我们都会养成习惯，像我在医院，我几乎是不会用手碰我眼睛周围，那可能就会像说主持人说的，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或有眼镜滑掉了，对，那有的人就会看到，我用很奇怪的地方这样子在吐，或者是有时候像这里，对，或者是拿棉花棒或什么这样子，吐一下或者是弄一下，我可能几乎手就不会。那大家可能不需要到这么的那个，但是可能你要去揉之前，要碰之前，就是注意你的双手是干净的。医师，你知道揉眼睛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你眼睛痒的时候揉一揉，很舒服，所以一定要揉眼睛，当下非常舒服。对，你给我提别到台要主音，因为我觉得手啦。一定要洗干净。其实我在家里可能也还好，也不会特别这样子。但是如果到了那样一个环境，我就会特别提醒自己，就是尽量去避免。对，好，我们讲一下这边有个很重要，单眼感染的时候，这个点眼药水是什么意思？是单眼感染，它应该是说，比如说你只有右边眼睛得到结膜炎，对不对？对。我们希望你是侧这边点，那当然或者是你这样点，不希望有人。会这样对，那药水点了以后流过来。可是有人会讲说，如果你担心的话，最好两眼都点。这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大家点眼药，也许年轻人还好，像老人家，他其实是很容易拿不准，或甚至他会很靠近眼周，对，所以他的瓶口可能会碰触到你的眼睛。那这样子，它就被污染了。结果你好的那眼没事，就一起带过来，自己传染。你点的时候自己还碰到那个眼睛，对，有的其实会贴着，因为我们看很多老人家他点药的习惯，他是会贴着眼皮，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手会抖啊，或者是对不准的问题。对，那他其实就碰到，那这样反而更危险。对，好，所以哈，你讲到两片，其实老大家在做在经历哈，是讲其实母猪改包容又动豆改，第一是老观念，做在老大家的分享。不过讲到两片，我们刚刚讲到结膜炎，我们最后讲到一个护眼的营养素。有时候很多人以前啦，一样健康教育的时候，导师都会说。你要多吃胡萝卜，可是又好难吃。对，然后就会说，这个，所以我们这边是简单的跟大家再做一点点提醒。这是一个护眼的营养素，其实也是从我们平常的饮食里面摄取。其实有时候病人就常会问说，我要吃什么才会比较健康？我都会说，其实营养均衡最重要。对，因为你。当然，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常听到的叶黄素什么，对，大家会觉得它是针对眼睛，或是 A 啊、鱼油啊，它对眼睛。可是你也不能全部只有这些。其实蛋白质对眼睛重不重要？那到底应不应该要吃叶黄素呢？应该这样说，其实叶黄素我们是建议有家族病史的，或是你有特殊暴露，比如说你就是你的工作室对常暴露在阳光底下或是什么，对，那你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抗氧化剂。因为很多人会说是叶黄素可以加保养，对，他们会讲等下保溶钙膜柱，你平常就要保养身体，所以你平常要保溶钙膜柱，所以要定期或定时或每天吃叶黄素。其实叶黄素它也存在饮食当中，那我都每次都跟病人说，深绿色的蔬菜，然后橘红色的蔬果，或者是像蛋黄这些，它叶黄素。对，它叶黄素都非常的多，太棒了！我很喜欢吃蛋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对，它已经被摆脱污名，不用担心胆固醇的问题。对，因为头版已经讲是卵崩改时间，你哈讲你不讲，哎呦，该胆固醇很高，对哈，所以其实现在。就像医师说，被摆脱污名。对。现在告诉大家，叶黄素在蛋黄里面是很高的。是，对。其实我们的传统那个枸杞有没有？也是一样是很高的。对。那它就是一个抗氧化剂，可以保养你的眼睛。就像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啊什么这样子，它对身体那就是可以抗老化。而且病人会说，我会不会吃太多？其实因为叶黄素没有所谓的中毒剂量，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对，那你吃太多可能就会皮肤黄黄的，是，就像你多吃了木瓜，那个就是皮肤会有点黄黄的，是，就这样。那你可能就自己量再少一点就可以了。那只是说，如果你是花钱买的，这样可能就有点浪费了。其实因为你饮食摄取只要足够，其实是没关系。哇，太棒了哈！今日绕墙的华欣上那朵节目地头，相信大家得都改地是非松改豆哈，在这边非常谢谢夏医师。什么夏医师？好，用心朋友呢，撒能 Hello， 你的走人同流。